大家好，我係余國烈。我今日好開心有機會可以同大家講關於文化同可持續發展嘅關係。我一路都好關心關於喺呢個地球或者個社會越嚟越關心可持續發展嘅時候，我哋文化界可以做到啲乜嘢？咁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咧，都係我呢段時間嘅一啲嘅諗法。當我哋考慮可持續發展係咩嘅時候咧，我成日會用呢一個概念嘅可持續發展咧。其實我哋喺概念上咧，我係分為3樣嘢嚟到睇嘅。一方面咧就係點樣，無論我哋做啲乜嘢，或者我哋個社會裏邊點樣可以喺環境方面咧可以達到一個永續，或者話我哋可持續發展呢一方面嘅嘢。另一方面咧，我哋同時咧喺環境嘅永續同埋可持續發展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點樣可以唔犧牲經濟發展？因為我哋社會都需要繼續有經濟發展先至可以繼續嚟到運作。第三咧就係當我哋可以目標係環境同埋經濟呢兩方面嘅可持續發展都達到成之後，我哋可唔可以同時都達到一個社會嘅共融？意思就即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唔犧牲社會嘅共融，都可以達到環境嘅永續同埋經濟嘅發展呢一件事。咁社會共融好多時係關於我哋個社會係咪好得到可以平等啊？無論喺個社會啊經濟地位裏邊高或者係低，或者比較富裕或者係比較貧乏嘅人都可以同時喺個社會裏邊有共同嘅一啲機會同埋發展嘅機會。咁我哋考慮可持續發展嘅時候，我哋唔係淨係講環保咁簡單，我哋係要呢3個圓圈都可以重疊嘅中間嗰個地方，我哋同時唔犧牲經濟發展，又可以做到社會嘅共融，亦都可以做到環境呢方面嘅永續，先至係我哋真正嘅社會嘅可持續發展嘅一個目標。喺2015年嘅時候，聯合國就住地球或者係社會嘅可持續發展係訂立咗一個叫做可持續發展嘅目標嘅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喺裏邊咧有17個目標咧，就係大部分嘅國家咧都係簽約咁同意喺呢17個目標裏邊達到社會經濟同埋環境嘅可持續發展嘅。咁我哋見得到呢17個目標，包括消除貧窮、終止饑餓、健康、社會嘅福利、教育、性別嘅平等，無論喺飲水、衛生、能源、工作、產業創新、基建，同埋其他嘅國內嘅同埋國家之間嘅不平等，包括城市同埋社區嘅永續，包括消費同埋生產嘅形式、氣候呢方面嘅行動，無論喺海洋同埋陸地上嘅一啲多元嘅生態，同埋社會裏邊嘅和平同埋正義嘅一個維繫，從埋呢啲所有嘅17個嘅目標嘅互相嘅合作。咁我哋發現咧，其實聯合國喺2015年嘅時候訂立咗一個比較全面同埋宏大嘅目標，用呢17個嘅目標咧，係達到頭先我哋所講嘅，無論喺環境、經濟同埋社會共融呢方面嘅可持續發展。咁但係我哋由文化嘅角度睇呢件事嘅時候咧，發覺咦，點解呢17個目標裏邊好似冇一個係直接關於文化嘅咧？咁呢個都係我喺過去一段時間有一個大嘅疑問。我今日希望同大家可以分享得到咧，喺呢個可持續發展咁宏大或者係咁深遠嘅目標裏邊，文化其實可以扮演一個乜嘢嘅角色咧？喺嗰17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裏邊咧，我哋唯一揾得到提及文化呢一樣嘢喺11.4裏邊。11咧本身就係講緊永續、城鄉同埋社區嘅。咁佢個核心咧就係話點樣可以將啲人同埋社群可以包容埋一齊，或者係令到佢有團結埋一齊。喺11.4裏邊咧就係講係應該保護同埋捍衛世界文化同埋自然遺產同埋維繫嘅社會。我發覺其實佢裏邊所講嘅，除咗係自然遺產、文化遺產之外，最緊要其實佢係講緊文化有一個將人連繫埋一齊呢個功能。我哋遲啲亦都會提得到文化喺呢一方面，或者文化遺產喺呢方面可以做到啲咩嘢嘅。除咗係聯合國嘅 SDG 嗰17個項目之外咧，我哋成日喺社會裏邊都聽到喺商界裏邊咧，尤其是我哋講 ESG 呢3個字嘅。其實 ESG 係代表政府喺對商界呢方面各方面嘅要求咧，佢哋有3個要求。第一，希望唔同嘅商界喺環境裏邊可以做得多啲永續啦。第二，就喺社會裏邊
扮演多啲嘅一個社會嘅責任啦。第三就喺本身嘅公司治理裏邊咧，亦都可以做得好啲。咁我亦都係同時發覺喺呢個喺商界相當之普遍嘅 ESG 呢個領域裏邊咧，亦都冇具體地有提及文化或者係文化有關嘅事情。去到呢度咧，我提出文化或者係文化界文化項目可以對可持續發展可以有啲咩嘅唔同嘅貢獻。我用簡單咁樣講啦，我覺得係有3個方向嚟去做嘅，我哋叫做 APC。A 咧就英文嚟講叫 Advocacy 或者叫倡議啦咁。意思咧就即係話，其實文化自古以來咧都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作用咧，就係改變唔同人嘅思想。我哋好多時用文化裏邊提出唔同嘅信息啊，或者推廣唔同嘅嘢，甚至喺文化裏邊辯論一啲我哋需要辯論嘅或者有唔同意見嘅一啲話題。咁我覺得呢方面係其他界別做唔到，而文化界一定要做。唯一文化界可以做到一件事咧，就係用文化嘅內容啦嚟到推動倡議、探索甚至辯論關於可持續發展嘅各種嘅議題。另一方面，第二個咧就係叫 P 就係實踐啦。因為喺文化嘅項目裏邊或者文化嘅機構裏邊咧，都用到好多唔同嘅社會嘅資源嘅，無論係環境嘅資源啊，或者係人嘅資源啊，或者係其他經濟呢方面嘅資源，點樣可以喺文化嘅運作同埋操作裏邊咧，無論喺環境、社會同埋經濟方面都達到可以唔同嘅可持續發展嘅目標，都係文化界應該做嘅事。第三咧就係保育啦，就翻去頭先第11.4所講嘅點樣用文化同埋自然嘅遺產咧嚟到維係唔同嘅社群。我發覺其實喺呢個社會裏邊，喺唔同嘅文化嘅遺產，無論係非物質文化遺產，或者係自然，或者係社會裏邊嘅唔同嘅建築或者其他嘅遺產咧，都好多時喺個社會裏邊咧慢慢咁消失。咁呢方面咧，對於維係我哋嘅社群嘅長遠嘅維係咧，其實咧係有個唔好嘅效果。咁我覺得喺呢方面咧，我哋就提出 C conservation 同埋保育呢一件事，就係保育文化遺產，維係社會嘅可持續發展。呢方面其實咧都係我哋可以做嘅事。我相信文化或者唔同嘅文化項目，如果用呢3個 APC 嘅原則咧，係可以做得更好啲。我跟住落嚟咧，會有唔同嘅例子講 APC 呢3件事嘅。第一個例子咧，就係我舊年喺2024年底嘅時候咧睇過一個演出咧，就喺嘉道理農場裏邊做出嚟嘅，同埋一個嘉道理農場啦，同埋香港一個導演殷永培佢嘅劇團一齊合作出嚟，佢叫做動氣大地藝術節再次飛飛。咁佢喺一個自然環境裏邊嚟到做呢一件事啦，佢亦都喺裏邊嘅信息咧，都係講緊人同埋大自然嘅關係啦。喺個過程裏邊，佢牽涉好多小朋友或者專業嘅演員喺農場裏邊，或者喺之前整個幾個月裏邊做一啲唔同嘅工作坊，了解點樣可以用自然啲嘅方法，或者用一個可持續發展嘅方法，用大地嘅資源嚟到做一個製作出嚟。咁我亦都知道咧，喺裏邊個製作裏邊個製作嘅方法咧，都係一個比較用永續嘅方法嚟到做嘅製作。佢哋用好多大自然裏邊檢拾到出到嚟嘅一啲物資啦，或者係用一個永續嘅，或者係可以升級再造嘅方法嚟到做佢嘅衣服啦、道具啦，同埋裏邊嘅大木偶。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具體嘅例子。一方面係令到大家了解多啲我哋嘅生物嘅多元性，喺個接觸到多啲嘅大自然。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做到倡議同埋實踐，就即係 A 同埋 P 呢方面嘅目標。另一個例子咧，就係有一個喺挪威奧斯陸嘅一個藝術嘅作品啦。呢個係由一個蘇格蘭嘅藝術家叫 Katie Paterson。咁佢喺2014年嘅時候咧，做咗一個項目咧，叫做未來圖書館。咁呢個未來圖書館嘅項目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例子，點樣文化同埋藝術項目可以直接咁樣推動到或者倡議到一啲可持續發展嘅一啲理念嘅。咁佢喺2014年嘅時候咧，喺挪威嘅奧斯陸嘅一個森林裏邊咧，係種植咗1000棵樹嘅樹苗。咁佢哋嘅計劃咧，仲用100年嘅時間咧，將呢1000棵嘅樹苗咧就變成一個森林。
而喺2014年開始嘅18年裏邊咧，佢每年咧都由呢個叫做未來圖書館嘅基金會咧委託創作一本秘密嘅文學作品。秘密嘅文學作品意思咧就即係佢每年邀請一位作家提交一個文學作品，但係呢個文學作品咧作家只可以俾一個題目出到嚟俾大家知道，但係內容係乜嘢咧唔需要喺最開始嘅時候咧俾大家。直至到2114年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用呢1000棵已經成熟咗變成一個森林嘅1000棵樹嘅木材咧，就變成紙張，製作成為100本書嘅一個系列出到嚟咧，將呢100個唔同嘅秘密嘅文學作品咧，喺2114年嘅時候咧印出嚟，同埋俾大家嚟到欣賞。我覺得呢個藝術嘅作品咧，完全可以體現到咧，就係我哋而家呢一代嘅人點樣可以為將來嘅人嚟到做一啲嘢。喺呢個文學或者係嘅文化嘅計劃裏邊，佢哋係喺今年或者喺而家呢個年代就已經係投資喺文化裏邊，令到為我哋下一個年代或者係下一個世紀100年之後嘅人都可以享用到一啲我哋文學嘅一啲我哋而家嘅投資。我哋成日咁諗，我哋而家係唔係淨係互相喺度關心緊我哋面前呢一年嘅需要呢？呢一個作品咧就係同大家提出一件事，我哋要諗埋將來係點。所以我哋需要種植，我哋需要投資，我哋需要創作，但係唔係淨係為我哋而家呢一代，我哋為將來嘅一代。我哋相信將來嘅一代仍然想睇書，我哋相信我哋而家亦都有啲信息可以俾到100年之後嘅人嚟到睇得到。咁我覺得呢個咧係我好少見嘅一個藝術嘅項目咧，可以有咁遠大嘅或者係同自然或者同未來嘅關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我哋文化點樣可以用倡議嘅方法，或者係同大自然接觸嘅方法，做一個行動或者係一個展覽出到嚟咧，可以有100年咁長嘅一個影響力。跟住落嚟咧，我係想講有關 P 就即係 practice 同埋實踐呢方面嘅，我哋文化界可以做到啲乜嘢？意思就即係話點樣喺文化項目裏邊可以實踐到減碳啊，同埋可持續發展。我有一個例子想提出嘅，就係喺2021年嘅時候咧，英國咧開始有一個運動啊，就係有一班喺舞台上面嘅工作者，意思就即係佢哋做舞蹈啊、話劇啊或者係歌劇呢方面嘅劇場嘅工作者咧，佢開始提出一個可持續發展嘅一個準則同埋一個標準，佢叫做 Theatre Green Book 劇場綠皮書。一般嚟講，我哋喺舞台上面嘅作品咧，就係首先我哋有原材料啦，將原材料變成道具啊、服裝啊、佈景，跟住擺喺舞台上面呈現。完咗之後咧，我就會送去堆填區啦，因為我哋未必會再用，或者冇諗過再用，就會去到變成垃圾。咁佢呢一個劇場綠皮書嘅一個原則咧，就係話我哋會唔會可以藉住我哋可以長遠啲，或者諗得清楚啲，我哋喺個原材料，無論我哋揾原材料嘅時候，我哋本身已經揾一啲我哋叫做升級再造或者係可利用、再利用同埋再回收 recycling 嘅方法咧，製作我哋原本需要有嘅道具、服裝或者係佈景。而我哋喺舞台呈現完之後，亦都可唔可以一早就已經諗咗將來係點樣再利用呢方面嘅嘢？咁呢一個運動喺過去嗰5-6年裏邊咧，得到好大嘅成果。無論喺英國啊同埋歐洲，甚至我而家開始發現咧，喺亞洲都開始有人用呢個原則咧做佢哋嘅舞台嘅作品。咁呢個方面咧，都係一個我哋叫做一方面可以令到喺氣候嗰方面、減碳方面，舞台都可以有一個貢獻啦。另一方面咧，都係一個實踐同埋我哋叫做比較負責任咁樣生產同埋消費我哋嘅文化嘅呢方面嘅產品，亦都係一個實踐嘅例子。喺呢方面咧，香港都有例子嘅。香港中樂團咧，其實喺20年之前咧，已經係開始實驗啊，同埋生產，同埋嘗試呢個叫做環保胡琴呢個系列。佢哋係將傳統嘅我哋中國傳統嘅胡琴，用蟒蛇皮做嗰個發音嗰個震動嗰個膜咧嘅技術咧，開始已經係用一個環保嘅物料啦，可以再造嘅物料咧嚟到代替出到嚟。經過咁多年嘅嘗試咧，而家已經相當之成熟啦，喺裏邊亦都係創造咗一啲唔同嘅同以前唔同嘅一啲樂器出到嚟，既可以保存到或者係甚至可以增加到原本嗰個唔同嘅效果之外咧，亦都係對於我哋
唔同嘅受保護嘅動物嘅保護啦，同埋喺呢方面嗰個對環境嘅影響咧，都可以有唔同嘅改善，亦都係攞咗好多獎。咁呢個我都可以同大家講，亦都係一個文化界可以叫做成功地可以喺實踐方面係回應咗可持續發展嘅一個例子。仲有一個國際性啲嘅例子咧，就係一個好出名嘅樂團叫做 Coldplay 啦。咁佢有一個而家仲喺度巡迴緊演出緊嘅一個演唱會咧，叫做 Music of the Spheres 嘅。咁喺呢個演出裏邊咧，佢非常做咗好多唔同嘅嘗試同埋實驗咧，令到佢喺呢個演出裏邊喺巡迴咁樣做呢個國際演出裏邊咧，可以做到好大程度嘅一個唔同嘅減碳嘅唔同嘅一個運作。無論佢喺裏邊嘅用嘅電力啊，佢喺裏邊用嘅交通嘅方法啊，或者佢裏邊亦都係發明咗唔同嘅一啲裝置可以發電啊，或者可以令到用一啲環保嘅方法嚟到做裏邊嘅物料，盡量喺減少對環境呢方面嘅影響。咁佢經過一啲專家嘅實證咧，令到佢哋見得到咧，佢用呢一個新嘅一個巡迴演出同埋製作嘅方法咧，係比以前佢上一個巡迴演唱會咧係減少咗最少係50% 嘅一個碳排放嘅排放率。喺呢方面咧，亦都係叫做得到一個好具體嘅認證咧，就係我哋文化界喺做呢啲咁樣嘅大型嘅演唱會，都有好多嘅方法咧，可以用更加可持續發展嘅方法嚟到可以做到呢件事嘅。都有一個本地嘅例子，就係我哋本地傳統上嘅我哋嘅戲棚啦，我哋嘅神功戲本身已經係用好可持續發展嘅方法嚟去做。咁竹啦，同埋木頭啦，做出到嚟嘅戲棚，佢一方面可以係我哋嘅文化嘅傳統啦，另一方面佢的確係一個相當之可持續發展嘅一個用嘅方法同埋物料同埋製造嘅方法。第三咧，佢喺裏邊咧亦都係提倡到我哋人同埋自然環境啦。因為好多時我哋嘅大戲棚，我哋嘅唔同嘅戲棚咧，都係喺鄉郊啊，或者同我哋一啲傳統嘅節慶係連埋一齊。我覺得呢個都係香港係有同埋一路可以喺度實踐緊嘅一個例子，點樣可以文化同埋可持續發展咧係無縫咁樣結合嘅。過去呢10年咧，其實香港都有一個咁樣嘅運動，有唔同嘅，無論係政府啊，無論係商界嘅支持啊，同埋一啲大學啊，同埋一啲民間組織咧，都開始喺度發掘到一啲唔同嘅一啲比較偏遠啊，或者已經比較少人喺裏邊住嘅鄉村咧，無論喺裏邊做翻一啲同鄉村旅遊有關嘅項目啊，或者復修翻一啲傳統嘅建築啊，或者係用唔同嘅節慶啊，或者係用唔同嘅環保啊，或者係自然生態嘅活動咧，令到人同埋呢啲咁嘅鄉村可以更加多啲嘅接觸。喺香港呢個咁都市化嘅社會裏邊咧，我哋發現咧好多時候喺呢方面嘅文化活動咧都可以做到呢個保育嘅效果。最後我想提出一個例子，就係日本嘅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佢喺2010年開始喺呢個地區裏邊係進行緊一個好大型嘅一個文化藝術嘅節慶。佢哋喺呢個地區裏邊唔止一個地點，佢係串連咗好多唔同嘅地區啦，同埋呢方面嘅小島，喺唔同嘅地方裏邊咧設立到數以百計嘅一啲藝術嘅裝置啦，每3年一次咁進行一個國際嘅藝術祭。由2010年開始，佢哋喺瀨戶內海做呢個每3年嘅呢個藝術祭。除咗喺藝術方面佢哋得到一啲好好嘅成就之外咧，我哋亦都會見得到呢個咁樣嘅藝術活動對整個地區嘅一個經濟咧係越嚟越有呢方面嘅進展。無論喺參觀嘅人數啦，裏邊有幾多係由國際地區嚟嘅旅遊嘅人數啦，每年嘅每次做呢個藝術祭嘅活動嘅生產嘅總值係點樣咧？喺個過程裏邊係創造咗幾多個工作嘅機會啦，或者係呢個藝術祭導致呢個整個地區無論係渡輪啊、碼頭啊、道路啊呢方面嘅基礎建設嘅投資咧，我都會見得到其實呢個藝術活動咧對整個地區嘅經濟可持續性咧係見得到有一個復甦嘅作用。除咗經濟方面，我哋亦都見得到喺呢個地區嘅市民咧，喺個社會同埋共融呢方面咧，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增長嘅，或者係一啲進步嘅。人口嘅原本呢個地區嘅人口越嚟越減少啦，越嚟越老化咧，我哋見得到喺呢10幾年裏邊咧，喺呢方面嘅
下降嘅速度咧就開始喺度放緩緊。另一方面咧，亦都係越嚟越多居民係願意或者係開心有呢個藝術祭嘅出現啦，或者佢自己主動或者係參與裏邊嘅導賞嘅活動。第三咧，當地嘅人咧對自己嘅生活嘅質素嘅滿意感亦都係提高，甚至咧佢哋對自己嗰個文化認同，對於自己個地區嘅自豪感，亦都係加強到。咁我見得到藝術嘅活動其實係對一個社會嘅共融咧，其實有幫助。最後啦，呢個藝術活動，因為好多時個藝術家參與呢啲活動嘅時候，佢哋都會比較留意佢哋對環境嘅影響。超過90% 嘅喺裏邊嘅唔同嘅藝術品咧，都可以達到一個回收嘅一個作用啦。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品咧，佢本身咧用一啲環保嘅物料同埋裝置嘅方法，亦都係通過統計啦，亦都係越嚟越多參觀員對呢個藝術節嘅觀眾咧，對於環保嘅旅遊習慣咧，都係有更加多嘅認識。由呢個例子嚟到睇得到，我哋見得到其實文化除咗希望可以達到佢自己文化藝術嘅目標之外咧，的確係可以，只要我哋思考得好啲，只要我哋計劃得好啲，或者係對環境或者係永續或者係可持續發展呢方面嘅認識多啲嘅話，我哋文化嘅項目或者唔同嘅文化界裏邊嘅機構都可以達到環境永續啦、經濟發展啦同埋社會共融呢幾個同樣嘅目標嘅。咁呢個咧都係我今日希望可以大家可以了解得到我哋文化界喺可持續發展裏邊可以做到啲乜嘢。多謝。